呢個真係一個正中鋒啊！好啦，呢邊小心啊，有啲嚟啦。分成了 A、B 兩個小組。在 A 組呢，除了大家現在所看到。香港又嚟啦，李果啊，呢次同嚴浩坤兩個。跟住阿迪美路夫，大家見阿迪美路夫啊，點解冇乜靚相咧？咁大家可能知個原因啊。係啦，呢邊人唔理你。暫時嚟講咧，就喺絕對嘅機會上邊咧，大家都傳翻出嚟，都過唔到港會球員呢邊嘅譚俊賢，過就過嘅。解圍上去，安尼亞小心，係啦，呢下就攞到。好啦，睇下有冇機會啦，流浪。以及是香港標準表徵啊，其實給人感覺啊，跟職業隊踢比賽也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了。香港隊呢一輪呢，就整體嘅串聯上邊有啲提升啦。嗱，又係通過呢啲兩支非常有實力嘅隊伍之間嘅角逐啊。左邊嘅後衛係李健華，你講邊個左邊啊？李健華踢右路。深圳隊的功勳元老啊，曾經是04年啊中超聯賽的冠軍隊的成員，要醒醒神啊！國球頭槌啊嘛，鬥到入去啦！哇，好在表現會係如何？呢個國球出到嚟，呢個點都靚㗎！呢個頭槌解到出嚟，哇！外圍咧應該都仲係香港標準表徵嘅天下嘅。兩個人上嚟防你。哇！真係香港隊咧，即係時不時咧一次非常之有效個反擊咧，真係打到中山呢邊咧係一額汗嘅。仲未解除警報，仲有。稍後時間呢，就兩隊波都會係喺精英杯嗰度呢，就係出招啦。標準流浪呢就會對理文啦，而九龍城呢就會係對冠忠南區嘅。知嘅，但係依家個波去咗將港年度啦。過程當中亦都係諗到標準流浪嘅球員啦，亦都係令到嗰個咧都鬆晒落嚟㗎啦。睇睇剩低呢啲時間呢，兩支隊伍喺比分上邊，身穿着紅色球衣的是深圳星夢，身穿着黃色球衣的是，相信大家印象好深刻嘅就係世界盃上韓國隊。中山中盟咧，整體嘅位置係定得比較。佢就領先緊2-1。最緊要唔好喺有受傷嘅出。呢個絕對係一個即係算係一個 solo 入球。佢哋整體嘅表現咧會係點樣？可能
今日咧呢場波標準表真啦，同埋中山中宏嘅。而喺聽日進行嘅兩場對決咧，就分別有我哋嘅廣東屬地紅啦，肇慶對本場比賽啊做出他們的回應，暫時是屬於落後的一方。